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。记得在新约圣经启示录第8章1到5节，记得在和合本新约圣经第362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新约圣经启示录第8章1到5节。羔羊揭开第7印的时候，天上极静约有2刻。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7位天使，有7支号赐给他们。另有1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，站在祭坛旁边，有许多香赐给他，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。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。天使拿着香炉，盛满了坛上的火，倒在地上，随有雷轰、大声、闪电、地震。以上。这时请本堂正牧师来讲道，所要讲题目是请以香炉3，金香炉的祷告。金香炉的祷告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。在这礼拜中间，我们天气有转凉，我们也感谢神你的看顾。我们在主日的时候还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，也献上满心的感恩。祈求神你赏赐我们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，也开我们的心眼，赏赐我们的属灵的智慧，因为我们要明白在天上敬拜的事，我们需要主你的启示，在你的亮光，你的启示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愿我们的敬拜能够成为一个馨香之祭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献上感恩，祈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我们在请以香炉的祷告中间，我们已经进到第3个礼拜。那在请以香炉的祷告呢，是因为我们想要了解说，在天上他的敬拜到底是如何。我们在地上的敬拜，我们每个礼拜我们都在敬拜，所以我们已经非常习惯我们长老会的敬拜是怎样。那你到别的教会去呢，有可能就开始觉得不是很习惯，因为它是别的教派的这种敬拜。那么到天上的话呢，我们相信我们更不能明白，因为我们没有去过那个地方，也没有人曾经跟我们让我们可以去观摩去看。但是我们如何能够明白在天上的敬拜呢？因为从启示录中间，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他被天使请到这个天上去的时候，他看到在天上的这些景象，所以我们要希望盼望能够从他所讲的里面，我们来明白在天上他的敬拜跟他的祷告到底是怎样。那我们能够在地面上呢，也能够有这样子的想象中，能够进入到那种情境之下。我们已经准备要分4次，我们已经讲过这4次中间，我们第一个，我们先讲到请以香炉的侍奉，我们也讲到琴的祷告，然后今天我们要进入到金香炉的祷告，跟最后有一个交响的祷告。在请以香炉的祷告中间，我们就从启示录里面来看到，也就是当在使徒约翰到天上的时候，他看到的是一个宝座。一个坐在宝座上的，因为他是上帝，我们根本看不清是什么，他只有讲说坐在宝座上的。然后开始就看到他前面呢，有人就有4活物，有24个长老，有所有的天使，所有的被造物，围在这个宝座前。然后当有声音响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就俯伏敬拜。有人拿着琴，有人拿着金香炉在那边敬拜。我们也做过解释说，这4活物代表的是什么？因为它有一个是，第一个是看起来像狮子一样，第二个看起来像牛犊一样，第3个看起来像人一样，第4个看起来像飞鹰一样。那狮子呢，就代表的是一切的野兽，不受到人在管辖、在照顾的这些。牛犊呢，就属于这个家畜，就是人可以把它养起来，可以像牛羊这些，通通是。人呢，就是一切是神所赏赐有吹一口灵气的这个活的这个人类。那第4个呢，飞鹰的话，就是在天上飞的这些鸟兽们，这代表的是所有一切动物能够呼吸会动的这些呢，就是这4活物，代表的是地面上所有的被造物。
24个长老呢，我们也提过，第一个12个，前面的12个是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，也就是上帝起初所选召的这些选民们。然后再来是第12个呢，是讲他是使徒们，12个使徒，也就是代表着12个使徒开始接受耶稣的大使命，去传扬福音，而愿意听到福音而接受成为上帝的百姓的这些人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些都是成为上帝百姓的人，跟着这些被造物，跟着天使呢，在这个宝座前俯伏敬拜。他们的俯伏敬拜呢，有人拿着琴，这个琴呢，就是一般人所讲的竖琴，也就是一个像弓一样，然后有一些然后弹起来会有声音的这种竖琴。然后其他人就拿着金香炉，而金香炉里面呢，就是今天我们会进一步来解释，那它到底是什么？但是给我们看到的是，原来在神的面前的敬拜呢，有用琴的方式，就用颂赞的方式；而金香炉的方式呢，今天经我们解释之后，它就是一种祷告的方式，是一个代求的方式。所以在神的面前，原来是两种交响在一起的。你经由有一些有颂赞的方式，因为神本来就配得我们来颂赞他的，然后你就可以带上你的祈求。而琴的祷告其实就是金香炉祷告它的一个基础。为何你愿意把你要祈求的东西带到神的面前呢？因为这个神就是值得你去尊敬他的，值得你去敬畏他的，因为他是有权柄的，他是美善的，他是信实的神。我们看到的这个在天上的敬拜乃是这样子的敬拜。我们也透过解释里面知道说，琴它乃代表的乃是一个全新的投靠，而且是这样，是坚定的颂赞的神。然后用颂赞的方式能够到神的面前来。在撒母耳记24章里面是讲到保罗他在逃避的时候，他结束之后，他跟这个扫罗王之间有可以杀掉扫罗王，但是他不愿意杀的方式，他才做的那个诗篇里面在讲到琴的这种赞赏的方式。所以我们看到是说，当我们不管在任何情形之下，像大卫那样子困苦的情形之下，他也能用琴的方式来赞美、来祷告。我们的情形没有他那么样子的惨，他能，我们当然也是能。目的原因是因为这样，他的为何能够能呢？是因为他知道，神知道他的困难在什么地方，神知道他所需要的是在什么地方。而我们人要问的是，不是神你该怎么做，而是我该怎么做。所以琴的祷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，乃是你要做什么，而不是神要做什么。神当然知道他要做什么，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就是只在神的面前来颂赞神的属性，颂赞他，因为他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他的信实达到穹苍。这是我们所知道的。那今天我们要来学习金香炉。金香炉到底是什么呢？因为在摩西在造这个会幕的时候呢，他并没有谈到这个金香炉，他只有谈到有一个香坛，而这个香坛呢，乃是摆在圣所里面要进到至圣所前面的地方，是一个香坛这样。这个我们在2005年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谈过有关敬拜人士的时候谈到，等一下我们会再有一个复习。那这个香坛上面，上帝也跟这个摩西讲得非常清楚，怎么建立这个香坛。这个香坛呢，乃是宽跟长高呢都是一肘，所以以前没有公尺公分的这种公制在，所以他们是用人的身体的长短来讲，一肘就是代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肘，所以那个坛并不大，那个坛只是一个左右各只有一只手这样子的大小而已，然后高是2肘，然后用金筋把它包在一起。而做什么呢？而大祭司他们每天去早晚去点灯，在旁边有一个点灯，这完毕之后呢，要把这个在这个坛上面呢，要把烧的香摆上去。而这个香呢，它有很严格的规定，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0章的地方，里面讲到这个香是用高贵的东西做的，而做完之后呢，你还不能拿去自己食用，自己拿去食用的人会被遭灭绝掉。我们所看到大概可以想象说，这个在会幕里面的敬拜是透过一个香炉里面，然后这个香炉要达到至圣所的地方呢，就前面就摆了这个香坛，香坛上面就应该有香在那个地方。那我这边跟大家复习一下，这是在2005年的时候9月25号，
我们曾经讲过敬拜人生的敬拜的进程，也就是如何一层一层的达到这个敬拜的时候呢，我们那时候曾经用这个是也是 PowerPoint 的那时候所讲的，说会幕的建造呢，乃是由东到西里面呢有几样东西摆在一起，在院子外面呢，这是一个祭坛，然后有一个洗濯盆，在进到圣所里面呢，开始在右边的一样有一个陈设饼，然后左边有一个金灯台，要进到至圣所的时候有一个金香坛，然后进到里面的时候呢，至圣所就是一个约柜跟施恩座。有可能这样想，我们还不一定能够完全知道。我们用图来看啊，这个图呢是从上视图往下看，也就是右边呢，从右边过来的话，就是要进到会幕里面。进去的时候，先看到有一个祭坛，然后要进到用方块围起来，那个就是他们的圣所。里面先要洗濯盆，要洗手、洗脚等等这些，然后就进到里面。右边有一个陈设饼，左边有一个金灯台，再过来就是一个香坛。然后当然有一条细线把它围起来，那里面就是至圣所。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只能够进去一次而已，而且进去之后哪时候出来我们并不知道。这是神他带着世人的这些祈求跟罪到至圣所，跟在约柜里面呢，里面有约柜，然后跟神之间直接来领受以及献上罪的世人的这些罪。在牧师曾经到圣地的时候去过4次，第3次的时候呢，去的时候他们刚好有在捡了2个地方，将旧约里面讲到有关这些会幕是怎样子建造呢？他们用1比1的方式把它建造起来，南北各有一个地方。我们去看到的地方呢，是那一年才刚好有，所以我们就去参观了那里面。牧师也照了几个相片。这相片里面，这先看这是俯视图啊，这是从东边这边一直进去的时候哈，这是呢他们在用1比1所建造出来的。我们昨天晚上看的时候，这辆不是很好，我把这个灯关掉。还是不是很清楚哦，但可以看到呢，这是会幕的最正前方，是圣所的正面看，左边那个地方所看到的就是那个祭坛。这边有看到我们有2个人，你们应该认识，但是看不太清楚。一个就是牧师呢，肚子有点凸的那一个，现在已经减少了一点。在我的左边的那一位呢，就是县政长老娘哈。我们这边看的不是很清楚，没关系，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看到那个是圣所的地方。要进去之前呢，最前面这个洗濯盆，然后那个是一个祭坛，这是从在圣所的这个地方往外面照出去的。然后进到里面呢，这是右边是一个陈设饼，然后左边呢是一个金灯台，金灯台是总共有7个灯，代表的是一个完整数。然后它右边的角落那个就是香坛，要进入到他们的至圣所的地方，这就是香坛，并不大。因为刚刚讲是一走而已哈，然后进到里面呢，就是他们的施恩宝座呢，也就是约柜。约柜上面呢有2个基路伯，他们的翅膀是合在一起的，就是像这个样子。然后下面所看的就是它的圣殿，也就是约柜。约柜旁边有2根大柱子，那个是他们要抬约柜所使用的。那约柜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我们也知道，里面有3样东西，一个就是这个10诫的滑板，还有一个是这样。玛拿，还有是亚伦，它会已经枯干，但是神行的神迹能够长出叶子来的那个拐杖。这个所看到的是在当初我们2005年的时候，我们曾经跟各位来提到有关会幕是怎样。其实我们当初做这些解释的时候呢，并不是要追溯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当初这种敬拜到底是如何。所以在上次的时候，我们都讲了很多，包括说这个原来的祭坛，现在的意思是到底是什么？现在意思就是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就在罗马书第12章的第1节跟第2节所讲的。而洗濯盆呢，是代表这样，他要洗手洗脚。原来现在告诉我们要手洁心净的，也就是我们要借着主耶稣的宝血，将我们人的罪都把它洗净掉。而陈设饼呢，它代表的是一个感谢神，让他们仍然有食物可以吃，所以献上感恩，同时他们领受到神的供应在他们身上，
而现代的人来讲呢，就是我们一样领受上帝的话语在我们身上，而且我们要像把全人能够献上。就是陈设饼在现代的意义是什么？而金灯台的意思是这样，它是24小时不能熄灭掉，要常常点灯，而且这个油一定要不断的加上去，再加上那个以前是用这种棉絮所点的这个灯呢，所以常常要修整。以现在来看，就是这样，我们要能够源源不断的让我们的生命有的话，就是要圣灵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常常靠着圣灵呢，生命得到了更新，而且这样要常常做见证，不要像那个中间那个灯芯呢，就烧到就已经黑掉，就是没有办法再做光了。所以我们常常要做见证。这是现代的眼光来看的话，而这个香坛呢，香坛代表的是有一个很特殊的香在那边的敬拜，然后是这样，要这个敬拜要带到神的面前里面，也就是代表是这样，透过这个东西就可以看的是耶稣就成为我们的中保，然后常常在以耶稣做中保来献上我们的祷告，那我们就将这个祷告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，而到施恩的宝座前呢，当然施恩约柜所代表的就是神的同在，在神的同在里面呢，然后神就回应了我们。这个是在旧约时代我们所看到刚才会幕里面的代表所看到的。所以在那时候呢，我们曾经有讲到这个香坛，然后曾经讲到跟这个金香炉有可能有关的东西。而这代表怎样？代表着在香坛上面呢，原来是可以献上我们的祷告，而这个祷告呢，上帝就在这个约柜这个至圣所的地方呢，他透过二基路伯之间来回应人的祷告。原来香坛跟香炉原来就是有这种关联存在。在建造会幕的时候，并没有谈到这个金香炉，但相信就是在那个香坛上面呢，我们把金香炉呢摆在上面，因为在旧约里面常常讲到，每个人都有一个金香炉，而且金香炉要到耶和华的这个会幕里面去点燃它的火，然后将你的香摆在上面，然后它就成为一个烟，这个烟可以上升到天上去，就是带着我们的祷告到那边去。这个是我们所看见的、所了解的有关金香炉的东西。那盛满的香的这个金香炉是怎样呢？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的第5章第8节的时候呢，这边有讲到说，使徒约翰呢，他在宝座前，他看见是4活物跟24个长老在敬拜的时候呢，最后做了一个结语说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。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。所以这边再次的告诉我们，当4活物跟24个长老到圣殿在天上在敬拜的时候，他们用琴用金香炉，所以它代表说敬拜跟祷告中间是常常有唱歌称颂的，也有怎样，也有凡事祷告的部分。所以我们可以回应到新约里面，在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告诉我们说，要一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，告诉神，神就将他所示出人意料之外的平安，会在基督耶稣里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原来在旧约时候就已经讲得很非常清楚，透过透过这些在会幕里面所讲这些事情，就看到他们有这样子的敬拜里面，而所敬拜里面告诉我们的，就是能够将神我们每一个人圣徒的祷告呢，可以带到神的面前去，透过用金香炉里面的点上烟火，然后把这个香摆上去的时候，变成烟之后，就带到神的面前去。我们看到的这个金香炉的敬拜里面呢，他讲到这个香呢，就是众圣徒的这个祷告。但是我们在看启示录里面的时候，在进到第8章之前的时候呢，这边我们今天的第1节里面讲到说，羔羊揭开第7印的时候，所以前面代表有6个印章在打开。更前面之前有没有讲到说，约翰他看到这个被杀的羔羊出现的时候，他手上拿了一个书卷，而这个书卷呢，上面是这样有盖着7个印，说没有人可以打开它，唯一能打开的就是被杀的羔羊。然后被杀羔羊开始一一打开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回去自己看这个经文里面，是在启示录的第6章。在启示的第6章里面提到
1节到第14节讲到这一个印打开的是怎样，带来了很大的灾害。原来是末世主耶稣要再临之前的时候，有些我们这些在地面上所有悖逆神而产生不好的情形的时候，在那时候一一的要被审判。而达到第7个印的时候呢，要打开第7个印的时候，我们今天的经文就从那边开始讲。羔羊揭开第7印的时候，天上极近的有2刻，而这2刻呢，代表的就是半小时。原来我们看到的是这些情形相如的敬拜的时候呢，这羔羊开始打开这个书卷的时候呢，我们出现的有一些很灾难性、这审判性的这种灾难。而最后一个要打开的时候呢，圣经上第1节讲说，第7印揭开的时候，天上极近的半小时。似乎接下来就在第2节讲说，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7位天使，有7只号赐给他们。谁赐给他们呢？就是坐在宝座上的，将号交给7个长老、7个天使。而这之间呢，有差不多半小时的时间。这半小时时间是怎样？似乎好像神在聆听，在等着我们的祷告。这众圣徒，这个烟达到他那个地方去的时候，他正在等待，这到底是什么？所以紧接着我们在第8章第3节到第4节就是这样讲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，站在祭坛旁边，有许多的香赐给他，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。然后就接着讲说，就讲说，现在宝座的面前上，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。我们看到是原来第7个印打开的时候，这时候有一个天使，他就拿着金香炉，金香炉里面有很多个这个香加在他的身上，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，连着他本身的祷告，拿着这个金香炉的人祷告，一起要达到上帝的面前。我们所看到是在天使上面，在天上面的时候，告诉我们怎样的祷告能够到神的面前去。但是我们想想看，在这边所讲的是在祭坛上面，在天上难道还需要祭坛吗？天上本来就不需要祭坛，因为祭坛是在地面上的时候才需要的。因为人为了自己的罪，不管是赎罪祭、欢祭、平安祭什么，不管它是什么祭，就是我们要献上在神的面前向神的祈求。但是而且是要流血的祈求，所以才是一个祭坛。但是在天上的时候，它应该只有一个坛而已。而这个坛是做什么？这个坛乃是要将我们刚才所看的金香炉的东西，能够献在那个地方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祭坛，原来就是我们祷告，我们在地面上的祷告的时候呢，这些香呢，这些祷告就像香一样，透过这金香炉，能够达到送到上帝的面前来。这是我们从这边所能够了解到的。而这个祷告呢，到底是什么呢？还有他带着这么多的香来，这么多的祷告到底是怎样的祷告呢？我们可以想象，这些祷告有可能就像他在启示录第6章的第20节的第6章的第10节这样，他曾经提到一个，他提到说，那边有一个祷告说：“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给我们生流血的冤，要等到几时呢？”原来我们要到神的面前，里面有这种求伸冤的这种祷告。但是呢，他的祷告也有可能是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这种祷告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，这个天使他在金香炉中间带着这么多的烟，这个香所烧出来的烟，就是众圣徒的祷告，要到神的面前，有可能就是这种伸冤的祷告，有可能就是祈求赦免的祷告。也有可能是我们认罪的祷告，也有可能是我们赞美的祷告、颂赞的祷告、祈求平安的祷告、祈求喜乐的祷告，我们甚至是宣告的祷告、祈求帮助的祷告、祈求医治的祷告、祈求神来带领的祷告、祈求神祝福的祷告、祈求神保护、祈求神赐智慧等等，这些有我们自己的祷告，也有我们为别人的祷告。这祷告呢是众圣徒的祷告，中间包罗万象。而这个祷告呢，借着这个金香炉到上帝的面前，有用吗？
接下去的经节告诉我们，第8章第5节告诉我们说，天使拿着香炉，盛满了香，倒在地上，地上就有雷轰、大声、闪电、地震。上帝马上用他的权柄，用他的能力来回应了。当这些金香炉所带来的众圣徒的祷告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你把它倒下去，就是等于是交给了上帝一样，马上地上就产生了反应回来。上帝用他的权柄，用他的能力来回应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祷告是这样，是非常实际的，会到上帝的面前的。上帝有时候你会没有听到这种雷声，这样，因为上帝有时候是用这样，用静默、用极静的方式来听我们祷告。他在等待最适当的时间、最适当的方法，也就是在等待我们准备好之后，他要来回应我们。但也有可能就像这样，立即的用闪电、雷轰来回应我们。所以我们可以想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，金香炉的祷告其实是一个这样合神心意的祷告，而是神会马上回应的一个祷告。所以我们应该是回想回来，是我们的祈祷是不是合神心意的祈祷，还是我们都是非常自私的在祷告而已？我们有像马太福音第6章33节所讲的吗？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所有其他的他自然会赏赐给我们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的祷告是不是真正就像启示录所讲的金香炉的祷告呢？它乃是一个合神心意的，神要立即回应的，神要用地震、要用雷轰、要用这种闪电的方式来回应的一个祷告。我们可以回去我们可以好好的想说，我们的祷告是不是都成为一个金香炉的祷告呢？我们来想想，现在我们在社会上有很多的议题。教会里面，在宣教里面有碰到很多的问题在，而这个问题在的时候，我们要怎样去为这些事情来祷告呢？或是不要只有讲到说只有教会跟发展，其实我们有更多个人的应该可以祷告的。而个人的祷告里面呢，当然也有很只有私人性的事情，但是也有因为你来关心到你的亲戚朋友，你所关心的人，他尚未信主。这种非常非常符合神心意的这种代求的祷告，很多祷告都包含在内。我们能不能操练像这样子的祷告？在我们个人的灵修的时候，我们也就像拿着金香，目前我们都没有做金香，但是我们就像拿着金香的一样，平举我们的手，将这些就是将我们的祷告，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，能够到神的面前来。我想这是我们可以来操练的祷告。但是大家会问说，祷告真的有效吗？这边要告诉你，祷告是真的非常的有效，透过金香炉的祷告更是有效的。我们回去可以看看民数记第16章41节到50节里面讲到，当初利未人的子孙有这个可拉，有这个大丹，还有亚比兰，他们觉得摩西怎么可以独霸他自己跟神之间的通话？我们也是利未人啊，我们也是在服侍神的人，难道只有摩西可以做祭司吗？只有亚伦可以做祭司吗？我们也是圣洁的啊！他们因为这样来攻击摩西。摩西很谦卑，就说没有关系，你们将你们金香炉带到会幕前面来，让神亲自来选定谁才是神要选用的人。最后到故事到最后的时候呢，这些人还是继续在攻击着摩西，所以神非常的生气。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：“请你离开这些人，我要瞬间击杀这些人，因为他是这样子的不敬畏我，还攻击我的仆人。”摩西告诉耶和华神说：“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人而灭了所有的人。”耶和华神同意，就说：“好，那就请他们不愿意跟他同流合污的人，请他们离开可拉他们所居住的这一个帐篷的地方。”摩西就讲了，今天不是因为我做这个事情，而是神要做这件事情。神要是让这些人像普通一样的死掉的话，代表他没有什么稀奇。今天神要用更奇妙的方法，要将这个地打开，将这些人把他讲灭绝在这个世上。果然地就打开了，可拉、大丹、亚比兰所有的家族，大大小小他的财产全部掉到地里面去，然后再合起来。当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就见证主耶和华神是真正的神，
没有想到第二天，其他的百姓又来了，控告摩西：你为什么杀害我们的百姓？神当然非常的生气啊！怎么这些悖逆的百姓是这样呢？又告诉摩西说：你离开他们远一点，我要击杀这些人，瞬间击杀这些人。摩西看见，知道上帝的怒气的，他告诉亚伦说：你赶快到拿你的金香炉，到会幕里面点了火，拿那个香，然后来点燃在这个地方。亚伦用跑的去拿着他的金香炉点了火，拿到这个群众来的时候呢，瘟疫已经发生了。他赶快将那个香点上去，烟起来的时候呢，做了一个怎样代替他们来求主赦免的这种仪式之后，瘟疫才停止。瞬间之间，因为这个以色列人死掉14700个人。假定没有这个金香炉，带着这些烟，带着这些祈求的烟、祈求的祷告到神的面前，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的话呢，人继续会死下去。瞬间死了14700人，这记载在民数记，你们可以回去看。我这边要强调是说，这些带着金香炉合神心意的这些祷告，会带来立即的这种回应。神要用权柄、用能力来回应，或者我们用现代来讲好了。现在还是有很多个见证是这样的。我们看到疾风烈火那个新牧师，他写了一个见证，他的女儿，他在牧会，但是他女儿在外面是一个流浪的，是做神不喜悦的事情，吸毒啦等等这些什么事情都做，他心里面非常的痛苦，他又不能跟会友讲，我在劝你们，但是我的女儿竟然是这样。但有一天祷告会的时候，他觉得非常的有一种感动，他一定要为他女儿祷告，所以他就坦白向所有的会友讲，他需要大家的一起的祷告，为他的女儿祷告。他们就迫切为他祷告。隔天他女儿回来了，他女儿问他爸说：昨天在那一段时间有谁为我祷告吗？因为他正要自杀。这些众门徒们为他祷告之后，神的灵就感动了他，让他不再是有这种观念，而且甚至回到他爸的面前来。代祷金香炉的代祷祷告是大有能力的。在美国他们也做了一个测验，有一个教会他准备要开一个布道会，他们知道有2栋房子，这里面住了很多人住在那个地方，这里面住的人都是同一类人住在一起，就是什么8大行业那一种，不是一般的这种所谓的良民，还是这样住在那个地方。他们急着想要向他们传扬福音，他们就先牧师告诉我们先为他们祷告吧。他们就决定说为 A 栋祷告， B 栋他们不祷告，要看祷告的力量有多大。他们就开始迫切为 A 栋祷告，没有，他们不认识里面的2栋都不认识，他们就为那一栋里面的人居住祷告，希望他们有柔软的心，等着我们去邀请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可以答应要来参加布道会。经过2个月祷告之后，他们开始去邀请，2边都去邀请。A 栋里面的人75%的人答应去参加布道会，另外 B 栋人只有5%的人答应要去参加。我们人没有做什么，我们只做祷告而已。但是金香炉的代祷就是产生这样大的力量，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样的例子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见证在。牧师为何会去读神学院？好像分享过很多个理由，包括问师母说去好不好，他说很好，这也是理由之一。但是呢，后来想想，最大的理由应该是我妈妈在背后为我祷告了20几年，她事后才告诉我的。我本来想说我是老四啊，怎么会轮到我？老大、老二、老三才是老我，而是老四啊。那没有想到就是变成我去读，不是因为我能，是因为有人在背后为我祷告。我们有很多的见证，我相信你认识里面的亲戚朋友，也有很多人见证会告诉你，或是你自己正在做这个事情，也会让你去见证到这样。当你关心某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想一想，你的力量大还是上帝的力量大？当然是上帝的力量大。所以你就像金香炉一样的，把这
把这个祷告就像烟一样带到神的面前去。神在适当的时间、适当的方法，他就会成就这事。我们今天所学习的乃是这个样子，就是你能够在你的祷告操练中间，你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吗？你觉得神才是大有能力的，所以我就用金香炉的代祷的方式到神的面前来，这是为了别人，也可以为了自己。而勤的祷告呢，是大部分就是你要颂赞神的属性在。你为了能够做金香炉的祷告，因为有勤的祷告啊，因为你有这样的肯定，这个神就是有这种属性的神，所以你才要带到他面前来。要是他没有一个权柄的神，他不是美善，不是信实的神，你带到祷告到他面前有什么用呢？当然没有用啊。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。今天我们学习到的是一个金香炉的祷告，当你操练到这样的时候，最后你就可以像天使所讲的这样，我们的祷告已经升到神的面前来。我们要确信神要用权柄、用能力来回答。这个礼拜我们还是有小组，我们盼望在小组中间呢，我们可以讨论这几个议题，就是你觉得在教会中有什么，或者甚至有什么东西你需要用金香炉的代祷的方式呢？然后你觉得说在启示录里面所看到金香炉的意象有什么领受呢？然后我们自己在地面上的到底有什么差别在呢？盼望这种越多人的分享，越多的操练的时候，能够成为我们在敬拜中间的帮助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我们再次的看见，在你的面前，乃是一种颂赞跟祈求的祷告，跟敬拜混合在一起的。我们不要求问神你该做什么，因为神你自己知道要做什么。我们乃是能够有这种确信，我所相信的神是一个配得我来敬拜、配得我来颂赞的神吗？但是我们要带着我们在地面上所有的这些烦恼，甚至有众圣徒他们所带导的这事情到神你的面前来，而这是合神心意的。我们盼望有这样子的操练，我们就常常操练，我们有这种合神心意的金香炉的祷告，祈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更明白神你的心意，让我们的这些祷告敬拜都能够成为馨香之祭，达到神你的面前，蒙神你的喜悦。献上我们的祷告，一起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。